趣談廣州話，一齊出發下，歡迎收睇今期嘅趣談廣州話。嗱，話說咧，隔離組嘅業績啊不嬲都好好嘅，不過咧上個季度咧，好彩我哋組人啊夠齊心啊，大家拍住上，最後就龍船快過馬啦。嗱，粵語當中咧有龍船快過馬咁樣一句俗語。嗱，龍船快過馬呢句說話咧係有兩重意思嘅，一重咧係佢基本嘅用意，就係指乜嘢咧？就係指大家一齊爬龍船，隻龍船就開到飛咁快，罩到好快，仲快過陸上跑嘅馬。嗱，所以知道響陸上跑馬嘅速度好高嘅，咁你想響水度爬艇，能夠追得上隻馬呢，都認真艱難。咁但係龍船呢，因為多人去爬，咁佢個速度就會加快。咁有陣時候真係會快到咧，好似馬走咁快嘅吓，甚至係快過隻馬。故此龍船快過馬，佢嘅基本意就係指爬嘅龍船爬得好快。咁響一啲嘅鬥龍船嘅場合當中，咁你就可以形容某隻好快嘅龍船，可以話佢係龍船快過馬啦。而咧佢做個引申義嘅，因為龍船咧唔係一個人爬嘅，要好多人爬佢先能夠爬得快，就係指眾志成城，眾人齊心合力去迎頭趕上對方咁嘅意思啊！嗱，我哋可以咁樣造句嘅。呢一次鬥龍船，佢哋條村嗰隻真係龍船快過馬啦！嗱，眾人合力去做一件事咧，當然比一個人咧去單挑係容易得多，嗰個成功係會大得多。不過咧，呢個時候指揮好重要吓。若然指揮得當咧，大家係龍船快過馬；但若然指揮唔得當嘅話，就會集體反艇噶啦。趣談廣州話，一齊出發下，我哋下期再一齊趣翻下。